另一邊廂，許廷鏗、吳若希、鄭俊弘等嘅公司，亦都喺最後一張成績表頒發之後，齊齊食飯慶功。佢哋各人對2015年度嘅成績表咧都相當滿意啊！我同自己講，如果有機會上台，我一定要好冷靜，同埋一定要多謝晒需要多謝嘅人，跟住要好好地唱好首歌咁樣咯。咁我覺得我今日都好冷靜，我都好做到嘅呢樣嘢。頭先數翻，原來我都連續都好幾年有攞到呢一個金曲嘅獎項。咁仲有優秀流行歌手啦，即係其實自己喺一班真係叫哥哥姐姐入行比我年資好多，即係多好多嘅即係叫一線嘅歌手隔離，可以同佢哋同一個陣列咁樣出去，其實即係覺得自己好似開始大個仔咁啦。咁今晚就真係雙喜臨門啦！即係頭先老闆話出新歌咁好成績，頭先又攞咗最佳進步獎銅獎，但係呢個鼓勵真係非常之大嘅，咁就嚟緊呢一年會更加做好啲，更加進步。